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別居營10年銀吞珍姐啊。今日拍呢套房係正南海景啊，總價只需要21萬8啊，海景非常靚啊，所見即所得啊，56平嘅建築面積啊，業主保養到9.9成先，好少過嚟買到實木家私，而家所見即業主送俾你咯，所見即所得，網啊乜嘢都係新嘅，冇撕啦啊，56平，70年審期，面水面電啊。嗱，呢度4數間，單10分嚟2檔字啦，從呢度入戶嚇，呢度入戶入嚟，示範冇租過房啊，用電嘅嚇，紅本仔手，即買即住，呢個係10年銀吞1期水淋廳啦，生活非常方便，小區落去就係盈富市場，買細買肉買海鮮乜嘢都有，我所寫去深圳只有6號1個鐘，福田1個半鐘25蚊紙嚇，仲有268嘅公交車就旁邊到沙田地鐵口3蚊紙可以到。旁邊有水，超市供應都在呢度附近商業街嗬，生活非常方便。呢套房而家係好平啦，之前業主買落嚟50幾萬嗬，而家21萬8可以攞落嚟，拎包入住即買即住啊，適合度假擁樓，白分房有個東都好 OK。想買海景房樓，即刻揾我10年銀吞珍姐，關注我更多選款等到你，拜拜。